前方进入隧道。进入岐山型隧道，全长600米，请开车灯。隧道限速80。那有嘞。你看这隧道。哦，我说那得这个。这路靠那得路了。现在这手机都没信号了。那这手机都没信号了。啊？那这手机都没信号了。没有啊。咱这边没有信号了，流量不好哦。我肯定是我也看了，看没有。那个。我还没看出来。当前直直时速56，限速110。2公里后驶出隧道。隧道离开区间测速，当前平均时速60。我家看靠路呢。没抢。出来。出隧道后90米，有限速和压线拍照，限速80。我到不来那没信号了。信号也不好在这儿。信号了。信号变暗了。550米后进入隧道。